好，来继续来看草打公投已经达到36万份安全的核定了。到时阵，这个公投若真正过关，中油当咧开发的第三天然气的接收站起未起来，经济部长王美花讲，安尼中南部要来减碳，都要行回头路咯。经济部为着要来强调讲，这个草打无去互破坏，最近是来抛出着一连串的图卡，其中一张伫咧水下10公尺的所在。 并无发现到草打，不过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讲，这个当地影真大，水真落，透过摄影机看这个图，根本都看袂清楚。 自信图一直传，每一张拢和桃园的中油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有关系。不过，这4颗位啊，到底敢有海草搭？这张图顶面写中油早点装备去10公尺深的所在，相片规个幕布根本无看到物件，嘛无发现海草搭主要的造搭生物。不过，中研院研究员就讲，当地海洋大，水落落，透过摄影机根本就看袂啥会出来。 摄影出来，它其实就是覆沙，有厚厚的覆沙。那事实上，如果有沙，其实壳状珊瑚藻是没有办法在那个沙上面生存的，让大家比较清楚的了解整个的状况是怎么样。所以我们会持续跟大家做沟通。 自身表现敢需要检讨，会当阁继续讨论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如何讲？若是公投通过，政府一定要尊重结果。哪来电力供应变怎？我们有提到台北港评估，从环评到施工到盖港等等，要11年的时间。那这一段时间就会是一个电力的缺口。我们非常有可能为了要让供电的稳定呢，会要去增加。 这个煤的这个供应，那这个不是我们乐见的。环保含电力，敢无法度两边超好势？在咧公投上案进前，政府要做沟通，恐惊也阁真济。